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如果你手頭上有一筆閒置資金，又唔想承受股票市場嘅波動嘅風險，美元嘅定期存款可能係其中一個唔少香港人都會考慮嘅選擇。雖然回報就未必比得上股票或者債券，但係勝在風險相對較低，而且操作簡單，只要將錢擺入銀行就可以穩定收到利息。再加上港紙同美金係行緊聯繫匯率嘅制度，匯率波動相對有限，所以一直以嚟都吸引咗唔少想追求穩定現金流嘅收息一族。如果你今個月有啲美元嘅資金想去做定期，或者有啲美元嘅定期就嚟到期啦，可能你就會諗，究竟邊間銀行嘅息口會比較高呢？今日呢段片就會同大家比較一下13間銀行美元定期存款嘅息口，睇下邊間銀行比較抵做。咁喺正式開始之前，想好快同大家講一講今個月美元定期市場嘅情況。美元定期嘅息口咧，其實主要受到美國利率走勢影響嘅，而依家美國嗰個息口依然維持係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，所以美元定期嘅息口咧，整體仍然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。不過唔同銀行嗰個息口差距都可以幾明顯嘅，因為同樣係美元定期啦，最高息同最低息可以相差近1厘甚至更加多嘅。如果你嗰個存款金額比較大咧，最終收到嘅息口嗰個差距亦都可以相當可觀嘅。所以就記得睇晒呢段片，比較一下先好去做定期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第一間就係平安數字銀行，存款1個月有2.8厘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都係2.7厘，存款12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8厘。另外，平安數字銀行依家仲有開戶優惠，由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號，全新嘅客戶只要輸入平安銀行嘅推薦碼WIW8P2 成功開戶，就可以有1個月定期存款8厘嘅利息，適用於頭5萬嘅港元定期存款，同埋仲會有300蚊嘅現金獎賞。現金獎賞會由平安數字銀行喺2026年9月29日或之前存入翻你嘅戶口嘅。記得一定要開戶嗰陣輸入優惠碼先會有優惠，優惠名額有限，所以大家就要快手啦。下一間就係星之銀行，留意翻要喺網上做定期，同埋存款金額要達到6000美金或以上。無論你用新資金或者現有資金，無論你係咩戶口類別，個息口都係一樣嘅。存款1個月同2個月都係由3厘，存款3個月同4個月係最高嘅，都係由3.35厘。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2厘同2.8厘。下一間就係匯豐銀行啦，留意翻要喺網上去做定期，同埋要用新資金，存款金額要達到2000美金或以上。如果你係匯豐卓越理財或以上嘅戶口，息口就會比較高少少，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，有3.2厘，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1厘同3厘。而如果你係匯豐 One 或者其他客戶，個息口就會相對低少少，存款3個月會有3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2.9厘同2.8厘。下一間就係富庸銀行啦，存款1星期同1個月分別會有0.05厘同3厘，存款3個月會有3.6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係最高嘅，都係由3.7厘。同埋富庸銀行依家仲有開戶優惠，由即日起去到2026年7月31號，全新客戶只要輸入富庸銀行嘅邀請碼 CASHETF2Z 成功開戶，就可以拎到以下嘅優惠：1星期20厘嘅港紙定期存款加息券，加埋銀行嘅息口高達21厘。3個月0.2厘嘅港紙同美金定期加息券，如果加埋銀行嘅息口，港紙可以高達2.9厘，美金可以高達3.8厘。留意翻1星期嘅港紙定期存款加息券，需要喺開戶後7日內使用，而3個月嘅就要開戶後30日內使用嘅。同埋銀行嘅息口可能都會隨時有變化嘅，所以都要以翻銀行手機 App 顯示個息口為準。下一間就係渣打銀行，留意翻要喺網上去做定期，同埋要用新資金，存款金額要達到美金2000蚊或以上。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2厘同3.3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2.7厘。
渣打定期除咗可以賺利息，亦都可以揀賺亞洲萬里通嘅里數，每存款13000蚊美金嘅新資金，存款期12個月就可以賺到32500蚊嘅里數。下一間就係信銀國際 InMotion 戶口，由於新資金個息口比較高，所以就集中講新資金。存款1個月同2個月都係有3.2厘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6厘同3.65厘，存款12個月會有3.4厘。下一間就係恒生銀行，留意翻要用新資金去做嘅，喺網上去做定期就會比分行或者電話理財個息口高啲。由於網上個息口就比較高啲，所以就集中只講網上嘅。如果你係優進理財或者綜合戶口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2厘同3.1厘。如果你係優越理財或以上嘅戶口，息口就會高啲啦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.3厘同3.2厘。下一間就係 Relax Bank， 存款1個月同3個月分別會有3厘同3.38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會有3.4厘同3.5厘。下一間就係東亞銀行，留意翻要喺網上去做定期，定期金額要達到美金1000蚊或以上。由於新資金個息口就比較高，所以就集中講新資金。如果你係至尊理財 BA 高或者其他個人綜合戶口，個息口都係一樣嘅。存款3個月會有3.3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係最高嘅，都係有3.4厘。如果你係顯著理財或以上嘅戶口，個息口又會再高少少嘅，存款3個月會有3.35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都係有3.45厘。下一間就係 Moss Bank， 存款1個月同2個月分別會有3.1厘同3.15厘，存款3個月同5個月都係有3.25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都係有3.1厘。留意翻煙花嘅地方係要用新資金先會有嘅息口。下一間就係中國銀行，留意翻要喺網上去做定期，定期金額要達到美金1000蚊或以上。如果你係自營理財、自在理財或者其他個人客戶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2.8厘同2.7厘。如果你係中銀理財或以上嘅戶口，個息口就會高少少，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3厘同2.9厘。下一間就係馬銀行，無論你用新資金或者現有資金，個息口都係一樣嘅。存款1個月、3個月、6個月、9個月同12個月，無論係新舊資金都係做緊3厘。下一間就係眾安銀行，存款7日同1個月都係0.1厘，存款3個月同4個月分別會有0.15厘同3.11厘，存款6個月同12個月都係有0.2厘。最後就比較下呢13間銀行嘅美元定期存款嘅息口，3個月最高嘅係富榮銀行同信銀國際 InMotion， 都係有3.6厘，其次就係東亞銀行顯著理財或以上嘅戶口有3.45厘，6個月最高嘅係富榮銀行有3.7厘，其次就係信銀國際 InMotion 嘅戶口有3.65厘。12個月最高嘅就係平安數字銀行有3.8厘，其次就係富榮銀行有3.7厘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